脚步不停是未来的歌，心跳澎湃就是我的火，再多困难也不会退缩。考完之后感觉非常开心，非常轻松。然后考完的时候，我们监考老师在收考卷，我们整个考场，因为我们是文科生，我们考完已经彻底考完，我们整个考场的人都在笑，一下子好像没有反应过来，就感觉跟平常考了阶段考出来的心情一样，就是感觉一下子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想法，就是很激动吧，因为终于解放了，是感觉自己奋斗了10几年，然后就是终于有一个圆满的收束，然后就是刚考完的话就感觉就是终于就是很重的那个包袱终于放下了，然后就是有一点挺开心的吧，然后也感觉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感动吧。